每年都有超過2000個無國界醫生嘅志願人員去到世界各地幫助有需要嘅病人㗎。即使你唔可以好似佢哋咁去到咁遠嘅地方幫人，你都可以喺香港挺身支持嘅。身處逆境，令到香港人更加明白喺逆境中掙扎求存嘅痛苦。逆境中助人，香港人你做得到。7月7號咧就係無國界醫生日，咁只要你捐出1日人工咧，你就等於喺嗰一日咧幫無國界醫生做咗1日義工噶啦。咁你就可以幫到全球好多等待醫療救援嘅病人。我哋就用行動支持咗無國界醫生日啦。你哋呢？全城做義工，捐1日人工，支持7月7日無國界醫生日。